境内有中东上界大的天然气出产地出售伊朗空袭国际油价税来清关。另外，咱的央行宣布政策利率无改变第8届预期利率。婚姻家长指控4个月大的后生，互灵母照顾了后，却混袂送病院。病院讲是头壳内面出血，目前这个灵母暂停托育，县政府介入调查。高雄有国小的学生，互高年级的囡仔举美工刀啊威胁，叫伊爱伤害小弟，这家长是惊甲报警察。学校也讲未来若阵家长有同意，也会抄囡仔自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9日夜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国海警船的昨搁再去到东山岛的限制水域了乱啊，咱的海巡高雄南的也有去甲查公布间距离，双方是对徛超过24点钟了后，中国海警船才来使离开。咱也针对着这中共入侵台湾的野心呢，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研究办公室上届新的报告是指出讲呢，中国目前呢无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也无设统一的时间表。不叫中国海警31栋梁，不叫中国海警31栋梁。海巡高雄南的人员检证公布，去年18驶入去东沙岛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但是这只船却滞留超过24点钟了后才离开。海巡署讲，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已经有3船4航处侵扰东沙海域，搁真侪摆甲船的自动识别系统关起来，无排除是照铺设地带的侵扰，想要来测试咱的感情应对能力。国防部嘛公布18几天是侦找到12只厝的中国军机，9只中国军舰和2只公务船伫台海的4号内在活动。对中国侵台的野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上新报告内面指出讲，中国现阶段无伫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嘛无设定实现统一的时间表。但嘛分析中国持续制定军事计划和发展军事能力，方便得到指示的时阵用武力达成统一，但却想要和平统一。China continues to rapidly modernize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to achieve their stated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seize Taiwan by force if necessary. However, the IC assesses that China likely prefers to set the conditions for an eventual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short of conflict. 立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回应讲，政府的立场是对敌人的鼓量爱愈快，对建军、加强国防，拢会照一定的脚步来行。总统赖清德嘛重申，台湾必须要以实力来维护和平。佮一摆呼吁立法院较紧来审议国防特别预算，嘛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今年开始会将演习的日程从过去以往的1天增加到2天，特别侧重的重点是我们将首次在嘉义县及屏东县实施无人机协助运送物资的相关操演。国安会说明讲，2026城镇润省演习，按算对4月一路推演到8月，目的是希望结合8月初5到14登场的汉光演习，以整合中央、地方和民间的力量，来建立更加完整的国家危机应变体系。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到中东地区，讲到这伊朗的天然气出产地18去互以色列攻击，伊朗也随去空袭卡达境内中东上界大的天然气出产地，造成国际油价随来冲悬。就说美国总统川表示讲，对这以色列军队的空袭，美国事先拢唔知影。不过，伊若搁再呛声讲呢，这伊朗若准许搁再攻击破坏国家的能源设施，美国绝对袂激点点。另外，也有专家警告讲，这荷姆兹海峡若搁再唔开放，未来这油价可能会冲到1桶150块的美金。就会当看到国营企业卡达能源公司导火烧伫拉斯拉凡的天然气储存区受到飞弹的攻击。卡达18表示，已经成功拿下伊朗写来的5粒弹道飞弹其中的4粒，第5粒去击到拉斯拉凡工业城，造成大面积的破坏。沙烏地阿拉伯表示，迄天有拿下4粒向利雅得写来的弹道飞弹。另外，东部一大天然气设备无人机攻击失败。و خط و نشان برای جنایتکارانی است که تعرض به بخشی از زیرساخت‌های سوخت و انرژی ایران در جنوب کشور داشتند. 伊朗南帕尔斯大型天然气相关设备东港受到攻击。根据消息，美国事先已经知影以色列会攻击伊朗即座伫波斯湾下过伊朗甲卡达2国的大型天然气园，不过伊并无参加。南帕尔斯天然气园设备受到攻击的消息，互全球油价大起。国际布兰特原油18交易的计数一桶伫104到101块美金之间来回，起超过5%，创52礼拜上悬的纪录。另外，以色列东港有宣布，搁再绑死一个高级官员。חוסל הלילה גם שר המודיעין האיראני חטיב
שהיה ממונה על מערך הרצח והדיכוי הפנימי של המשטר באיראן. 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伫以色列空袭当中死亡，新任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罕见发表声明，警告会有报复行动。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 婚姻有家长指控讲4个月大后生，甲这送去互灵母照顾了后，煞来强强送病院急诊。诊断发现讲伊头壳内面有出血，真有可能是受人虐待。要让灵母是拢无要回应，甲他讲交互司法来处理。婚姻港政府即摆也先下令暂停灵母照顾囡仔，也会介入调查。 4个月大查甫婴仔倒伫安大医一直哭，边仔李母先安大家的囡仔所来出卡太安大医。另外一段监视器翕到李母抱查甫婴仔，也毋过阿妈棍抱人抱无物件惊着。婚姻后背一位家长指控车上下头囡仔突然昏迷，病院检查发现有脓来出血，怀疑是受托的李母虐待。不是心痛可以说的，你就看到你的儿子。 这样子被粗鲁的对待，开出来的证明就是颅内出血的状况都是外力造成的。 41岁王小姐家先生做7公婴仔，去年11月早产生后生，今年1月底甲生产的李母签约以每个月15500块受托，结果还未2个月就发生危险的代志，病院诊断发现查甫婴仔有倒病脑炎、双病眼脑膜下出血，眼盘亲像是受热性脑伤，有关的家属被绑治疗。接到通报之后，已经即刻勒令这位保姆就是暂时停托。那只是这个伤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外力的造成，或是病理的因素为主？ 我想这个部分也确实要等相关的一个报告，我们才能够做比较聚焦的一个讨论。先生李母无愿意回应，只讲一切交予司法处理。婚姻官府表示，这位李母去年底才拄摕到证照，查甫婴仔是受托第一个囡仔，无精神下令停止受托，后续会由社政甲警方介入调查，赔偿敢是有虐待婴仔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帮助民众邀请，行政院宣布放年外籍家庭使用人的申请资格，放年到厝内面呢，只要有一个未满12岁囡仔，就当来申请。另外，厝内面若种有罕见疾病、心脏儿童等等的特殊家庭，也会当来放年，按算4月13开放申请。 小组化的冲击，顶个月咱国新生儿阁创下历史上最低纪录。行政院决定为协助家庭邀囡仔，要放宽厝内有一个12岁以下的儿童，就当申请外国籍家庭使用人。经济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申请的门槛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吧。妈妈会考虑比较多因为比如说她的就语言沟通，还有生活方式。 对，还有就是家里可能也是需要有人帮忙看一下。行政院决定调整评估外国籍家庭使用人申请条件，由英国的家庭要有真侪儿童，修正做有一个未满12岁儿童就会当符合资格。扣除的部分要支付予政府就业安定基金，每个月大票5000块，伊讲的底薪无含加班费2万，也有职灾险加健保的部分负担。另外，对弱势家庭会减少就业安定基金，也有专人优先受理。劳动部讲，外籍家庭使用人制度毋是代替即卖的托育也是照顾措施，是伫即卖的托育等社会支持资源以外，提供弱智家庭给一种协助家务的选择，并不是公共托育的替代，也不是专业性质的保姆，这样子其实可以让他们更放心在职场，不用在工作跟家庭里面必须要2选1。职场跟家庭在兼顾难度的时候，多一项这样的选择，多一点点无后顾之忧。 那么让这个生育率能够再提升一些。不过，也有民间团体烦恼新制强硬抵触即卖的公共托育政策。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阁提醒要注意排挤效应，惊同情适龄家庭会面临更加严重的欠工危机。这个新政策公布以后，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在供给面上面，到底政府的规划是什么？ 新制一定伫4月13开始上路，劳动部表示会持续观察政策推测的情形，适时检讨甲改进，希望协助劳工兼顾家庭甲工作的责任，提升劳动参与率。记者采访报道。 咱台湾即摆已经是超高龄社会啊！根据统计，台湾的老人呢有470万人，其中超过70万人呢是独居的状态。行政院会在今日决定，对今年开始到明年要投入62亿5千万，扩大推动独居老人服务。除了今年要完成全台湾75岁以上独居老人的查访，扩大补助700名视大安紧急救援系统，也新增加送餐的服务，也会分级来提供关怀方式、电话小。 借问，甚至是陪伴就医。
今年几岁了？我18岁了。看里长来送物资，甲大家有讲有笑，已经80多岁独居长者田女士伊讲，虽然一个人生活，毋过真感谢有表小弟到送餐，也有里长真接来关心。共阮住伫附近90多岁讲真是，虽然有申请社工协助，毋过伊嘛讲伊家己身体真好。无讲有啥看医生，无啥咧看医生，身体够真健康啊。做体操，去外口做出来。咱国伫去年底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到今年2月，老人的人口有470多万人，其中超过70万人独居生活。为了强化关怀服务甲风险的预防，行政院19决定，今年明年2年，要投入62.5亿强化独居老人一体化服务。在他这个还没有进入到失能的时候，我们透过相关的访查，未来能够连接到后端的这个长照服务体系。主要要以上扩大加上新增的目标，伫2年内完成全台湾独居老人实地访查。今年优先完成75岁以上，卖加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对象扩大到1般户。另外新增加送餐服务，透过亲身交付甲现场确认，搁即时汇报，依照长者的需求提供访视、电话问候、生活协助，也是就医陪伴。跟民政单位来合作，预计2年内我们能够去访视，包括我们目前推估大约70万独居的长辈。那另外对于送餐跟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也预估在这个计划的执行下来，可以扩大到35万人。不是所有独居老人都需要送餐，他若有能力走出来，我们更要鼓励他，应该是有机制来引导我们高龄者要学会健康自主。管理学会怎么做生活设计，并不是所有独居老人就一下子落入贫穷，让人家照顾。老人福利推动联名各声明，应该用孤单来解决孤单，互有能力的长辈会当去帮助无度行出门的长辈。只是扩大方式，原来互地方的烦恼欠缺人力配套，安尼会互基层体系崩歹，地方执行会更加困难。对这代志卫福部回应。后续关怀会由社区据点人力协助，避免加重社工的负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要照顾家己是大人，或者是搁爱上班，若阵拢做了无好势，真正是双头无前后。根据调查主计总处的统计，2024年因为照顾是大人，怎来甲头路辞掉劳工，是为着照顾囡仔来离职的2.4倍。民间团体甲立委拜示是呼吁政府就要推动中照安排假，互劳工照顾时段唔免来离职。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就预估，这政府补贴请中照安排假的劳工，若准是6成薪水，一年若准有3万人来申请，一年加需要9亿元以上。这卫福部表示讲，因愿意研究讨论。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成。有一寡食头路的人，会拄着爱照顾爸母的时阵，亲像这间科技公司都有些长照优先的措施。那我们在内部也设置了所谓的长照补助。那我们当然还有所谓的带薪家庭照顾假，然后也搭配远距上班、弹性工时。那主要就是我们公司也有很多的中高龄的同仁，我们越来越发觉说，长照其实是大家渐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这项优先措施，员工拄着代志嘛免烦恼会被逼离职，伊嘛支持爱推动长照安排假，然后申请那个居家上班，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是可以同时可以照顾肠病毒的小孩，然后又可以居家上班，这样子就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是没有收入这样子。所以有这个假，阮会当好好安排阮的时间来去陪伴阮的爸爸甲妈妈，同时咱会使照顾好咱的工课。因应高龄化，民间团体甲立委拜示，呼吁政府爱推动长照安排假，互劳工会当照顾时段嘛，免甲头路辞掉。根据主计处的统计，2024年因为照顾时段怎甲头路辞掉的劳工，是照顾囡仔离职人数的2.4倍。算起来，每10个劳工都有一个受到影响。劳动部调查显示，外7社内的劳工是期待这项制度，雇主反对比例嘛，为2021年的6.7%。降到2015年的4.4%。在110年的时候，明确表达不支持的比例是将近快70%，可是，在今天114年，其实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家族嘛统计，若政府补贴且长照安排假的劳工6成薪水，一年10万人申请，逐年敢若需要9亿元预算。无政府估算的协管，就会当互劳工工作较定着。立委林月琴嘛表示，后礼拜会伫立法院委员会安排相关部会专题报告，即顺卫福部甲劳动部。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
即摆有真侪人袂输讲，伊若准小批练，伊就赢。有民众投诉讲呢，这高雄前镇新公路顶头的智慧停车格有一台车无挂车牌停伫遐，对2月底到单呢停要1个月时间。10号下晡呢，这交通大队才来甲车拖走。民众就质疑讲，敢是为着无要纳这停车费，或者是无牌的车违规上路咧？这交通局表示讲，因为伊无挂车牌，无法度甲伊开单，后续会交予交通大队去处理。那附近的住户是认为讲无挂车牌，唔免纳钱停伫遐、等伫遐，已经影响到因的权益啊。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拖车一到柜，开无5分钟的时间，就甲这台无挂车牌停伫咧智慧停车格，已经特别1个月车拖登去保管定处理。有民众投诉，对2月20日起，无意中发现这台车无挂车牌停伫咧新公路智慧停车格，对了3月初要甲车驶走，一直到19，这台车拢停伫咧同一个车格。民众质疑无车牌是要安怎扣钱？拢袂使拖掉嘛？哎，大概是要安怎贴？可能是这里的住户吧，因为他想要停车，然后又不想要缴费，感觉是这样。那你觉得这样的行为妥当吗？当然不妥啊，这个应该要检举。厂商可以透过系统异常告警及后台人员介入辅助，及时派员至现场补拍照片，并登录系统收费。交通局表示，这不是个案，智慧停车格有镜头会当即时发现违规，派人去处理讨费用。因伫2月2日就发现迄架停车有过样，不过因为无车牌，无法度扣停车费，嘛干那会当通报环保局甲交通大队去处理。环保局确认不是报贵的车，我交予交通大队罚落，就安尼拖到3月19才来甲车拖走。那民众感觉效率伤歹，议员也认为市府爱检讨改进。未来应该要研议将没有挂牌的车牌直接视为违规，加强裁罚的一个依据。再来呢，还要建立这个无车牌的车辆快速脱掉的一个机制。停车格是公共资源，不能让守法的人反而是变成最吃亏的人。市府应该要拿出积极的作为来管理。交通大队表示，民众无挂车牌路边停车，爱罚36000块。这条钱若摕来纳停车费，也够有走。目前高雄市的智慧停车格已经有18000挂架，市府应该甲相关的配套措施做较完善的，才袂有人有样看样受康受胖黑爸母。记者郭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过来有诈骗集团假做检警，摕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甲一寡这分酒业者来合作，用伊的卡片、路卡买物件搁再俗价卖出去换现金，超过30人受害，损失的金额有9200多万，遐尼济。因为这嫌犯含店家来斗空，当中有9个人互起诉，其中有2个嫌犯互求处关15年含18年。警察拢门夜情展开搜查，抓到多名嫌犯，有酒馆、超商、甲酒类专卖业者涉嫌做内应，协助诈骗集团洗钱。警方小连续接到报案，被害人误信假检察官的款套，交出信用卡、甲领钱卡，逐个月下单金额伫个短时间汹汹增加，加出买薰甲酒的开销，甚至高一笔费用就几万块起跳，甚至破100万，总共损失9248万元。由诈骗的车手去绑定 Apple Pay 等等的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那到商家进行盗刷。那这些商店他们在知情的状况之下，配合进行盗刷。警方调查涉案的不法集团，唔拿到强无的店家用行动支付来偷路卡，路卡进前佫会先指示被害人爱卖掉股票、解约保单，甲钱转入口座做信用卡预缴的设定。用这种方式来提悬路卡的额度，一届购买大量的薰甲酒，再搁下价卖当现金。专案阁有一个职业的会计师，互人指控协助制作糖点，闪避追查。一种它可能是有店家的介入协助，会让整件犯罪更方便迅速的完成。这种的话，也会被起诉。那另一种白话文就是共犯之一啊，它就是在整起的犯罪行为里面，它甚至担任了其中一个环节重要角色。其实，规个案件是警方先查到连锁3司的业者涉案，经过密切的调查了后，这届阁抓到超商、酒馆等业者涉嫌强庙洗钱，每一笔抽上悬20%。专案以涉犯诈骗条例、洗钱等罪嫌侦办了后，检方嘛伫19侦结。起诉9个人，其中主嫌各项要求要处18档、加15档的重刑。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条，逐摆拢安尼出代志，调监视器，调无监视器，发现讲物件歹去，有影是最侥幸，平常时敢拢无咧检查咧。这屏东市区长有人的调查头损失超过1万块，警方表示讲附近路口的监视器拢歹去，无多调回面。不过里长讲113年才换新的，无可能歹去。就是一回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 对，铁门是开着的。当事民众带记者到门口口，看到门锁，互人规个乌掉，厝内底调查啦，损失1万外块。住户表示是太太18下晡2点外，返去厝才发现，互人敲甲乱糟糟，就随敲电话报警。警方到位了后就讲，因为这附近路口的监视器拢是歹的，互当事人感觉讲是安怎警方的监视器无作用，可能掠袂调查啦。我觉得他应该是随机，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钱而已。对，贵重物品。 对，其他东西那损失了哪些东西？没有损失，基本上就是现金，就是只有路口会有监视器啊。但是他们就说大部分都是坏掉的。询问屏东市公民街厝边头尾2边巷仔口拢有装监视器，管理权伫里长遐，较旧的是以早装的，有的确实故障。不过现任的里长讲，113年就申请经费装新的器具，运作正常。里长嘛有提供监视器的画面，证明是好的。但是当事人和警方头尾拢无去找伊调画面。坏掉是前里长他所装的监视器坏掉，我所装的监视器是好的。 他们完全没跟我反映啊，也没有说他们家招小偷啊。警察甚至警察也没来跟我讲啊。全力侦办中。有关外界关切监视器影像部分，警方目前正锁定具关键影像的周边位置。分局表示，因为主要的车路才会装警方的监视器，一般巷仔内若有需要，会当家己设置。但是，民众较无法度接受的是，调查头是公诉做，警方无到询问，就直接讲可能拢歹去，会互一般的民众观感无好。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韩国电子入境卡甲咱标示做 China Taiwan， 外交部也宣布讲，要甲这外侨居留证的韩国改做是南韩。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讲，韩国民间支持台湾就是台湾，希望南韩政府呢就要重视民意，做出回应。 南韩的外交部已经有对外表达，他们会正视这个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甲韩国政府改做是南韩，因为南韩的电子入境卡系统甲我国标示做 China Taiwan， 到今也无改。外交部今麦来反制，自3月初1开始，新的外侨居留证顶悬，韩国拢会改做是南韩。林佳龙认为，迄有一定的效果，希望韩国都爱听台湾的民意。我相信会有一些效果。事实上，民间都是支持哈。 台湾就是台湾，这个交涉是有引起对方的注意。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对于双方面都能够接受的结果。我们下一步我们3月31号会有进一步我们的作为我有先OK 都有先知会他。不过，同款的状况嘛发生伫丹麦，2024年开始，丹麦政府甲发予台湾人的居留证。 国籍改做是中国，林佳龙表示，目前已经降低丹麦驻台代表处的特权，嘛继续在交涉当中。因为是2年前突然间就是他们的这个外交部长这样的一个改变，造成了我们被矮化嘛，也透过 G7 国家去沟通，那我们也相对的降低他在台湾的外交的特权。他们在交涉中有给我们的一个版本可以怎么样谈，在南非的这个代表处。 还有这个包括在开普敦的我们的办事处都还是如常的运作。那南非政府要求我国驻处先离开首都，我方预告会来实施晶片制裁了后，因就暂时按下对着协商的进度。林佳龙讲，双方即卖还搁咧讨论要安怎讲，也强调讲会坚定捍卫咱台湾应该爱有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 民众党的李正秀因为有国际证据，拜一伫咧立法院质询的时阵，官员拢无要甲回应。中国国台办是批评讲，这民进党政府挑工打压中国配偶，讲阁会来采取必要措施。刘委会在今日强调，李正秀无立委身份甲资格，所以无权利质询。必须要在台湾完成转换身份，要满10年，你才能参选。所以很明显的，他的身份。 他的参选的资格就是不符合我们2条例。好，大部分的陆配朋友拿回来的这个注销户籍的证明都有明确的注销的时间。他那一份还是看不出来，因为他只是说他这个结婚之后注销。
没有一个明确的注销时间点。其实不需要理会民进党的抹红啦，就像我说的，全世界都可以去赚大陆的钱，为什么台湾人民不能去大陆赚钱？就因为民进党要抹红，只能民进党的家属去赚钱，其他国民不能去赚钱吗？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强调，讲立委依法规定袂当有相同国籍，尤其是逐工拢伫遐威胁台湾的中国籍，一定有真大风险。这关系到国家中心基部，也搁再向民众党发声，主动甲李正秀解释，甲这被选的人报起来。讲到高雄的某一间国小传出讲学生囡仔举刀啊共威胁的事件，有家长的学生表示讲囡仔17放学了后，伫咧校门口，或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举米工刀啊威胁，甚至要求囡仔爱伤害家己的小弟，惊到这家长是赶紧去报警察。学校在今仔日也出面回应咯，讲有要求这个举刀的学生请假伫厝内面反省，未来若准经过家长的同意来到学校了后，会家抄书包，确定无危险的物件，才可以入去教室。你说他的刀片是这么长的？对。家长听囡仔讲，代志发生的状况，高雄有家长控诉，家己读某国小高年级的大汉学生17下课伫校外等安亲班接送的时，互刚好高年级学生举米工刀威胁。明天给我去你们班上叫叉叉叉同学过来找我，拿刀片指向我小儿子，他叫6年级那个同学这把刀给你，6年级那个小朋友就说我不要，他就说那哥哥你去杀你弟。上下课时间，学校4课围人来去，煞有学生公然举刀威胁其他学生，消息一出，互刚好被捉家长真意外，认为家长爱注意囡仔不当行为，学校也爱提出应用办法。学校应该马上介入吧，介入辅导了吧？对，因为家长应该也都知道，应该都会处理了。对，只是这个是还蛮危险的。家长平常你也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样子啊？那个学校辅导室要辅导他。囡仔互威胁的家长当日已经报警，学校在告出面回应。举刀的学生虽然情绪起伏较大，也过无伤人记录。目前已经甲家长达成共同管教的共识，佮以辅导管教办法要求学生请假2日，伫厝反省，后礼拜才恢复上课。征得家长同意后，未来返校上课，自行到学务处检查随身物品，确认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物品之后，才能进入教室，让行为人与被行为人在校保持安全距离。通知书载明，刀海顶规些物品拢是属于校园违禁品。学校表示，就算美术课爱使用米工刀，也会由老师统一发放甲收回。对学生举刀甲学校的代志感觉遗憾，后手也会请职工安亲班甲合来派出所协同，共同监督，佮维护校园4课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食毒塞车让死人，造成别人家庭的破碎。对去年11月毒品喙烂快胎施行了后，到今年2月，全台湾查到3200多件食毒塞车。警方是呼吁讲，要赶紧来修法，甲这食毒塞车比较食酒塞车，车顶其他的乘客也要罚惨落，也要加重刑责。那法务部和交通部拢讲，会搁再来研究。囡仔伫家具顶悬写思念甲祝福，因为一场车祸，甲妈妈天人永隔。高雄43岁的查某人骑车去互食毒塞车查某人弄死，老三囡仔上细汉敢若6岁。同款食毒开车，依然有食毒开车前科冲撞汽机车夺走老师的性命。面对国内的食毒塞车乱象，引起各界的批评，真侪家庭破裂，家属嘛真伤心。大城法爱重判，内政部嘛提出建议，甲食毒塞车的制作会爱做伙处罚。吸毒就不应该驾车啊！同伴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允许他这样？应该不要轻放。乘客的话变成是有点无辜，因为不晓得驾驶他到底有没有吸毒。在去年11月底，毒品喙烂快胎上路了后，短3个月，全台湾已经有查到3200多件食毒塞车。不过警方坦白讲，虽然抓到人，无一定会当判。若是无造成伤亡，实务上未就会当换用罚金的。喝酒单纯是不违法，但吸毒本身就违法。所以说，我们针对毒驾的部分，甚至我们认为说他的犯罪行为还有他的刑责应该要更高于酒驾。看食毒塞车法规，初犯无造成死伤，处3年以下徒刑。行政方面原来有吊脚扣车，不过警方唔若建议比较食酒塞车、乘客连坐法，嘛提议修法加重刑责，整列移风性羁押，也甲袂使换用罚金的。
酒驾、毒驾的这个风险几乎是致命的嘛，那必须从不能安全驾驶这一条先处理，酒驾跟毒驾都适用。警方呼吁守法，按驾名表示认同，高唱期部分饮酒驾盗赛车，拢要提高刑责。修法的部分我们会再研议看看，因为这个法条已经修的比较频繁一点，现在的那个罪责也是蛮重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法院能够在量刑的部分从重量刑，只要是能够有助于这个遏制、防治毒驾的情形，交通部这边都会很乐意来一起推动。但是因为这个毕竟修法，我们还是要找各单位大家一起来讨论，跟大家凝聚共识以后，再来提出正式的版本。驾照赛车、公车乘客是不是连坐处罚？交通部回应，爱甲各单位讨论议定共识，再搁提草案。服务部表示，加驾到赛车纳入预防性羁押，已经伫立法院初审通过，不过是不是爱提高刑度，会搁研究。面对一直冲击道路安全的驾到赛车问题，安怎有效防治？考验跨部会合作。记者采访报道。央行伫今日召开第一季理监事会议，利率决策依次无变动，连续8届无变，也认为这中东证会会害国际原油价格来抢权，甲今年的 CPI 调悬到 1.8%。另外 AI 商机带动台湾出口成长，央行也调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 7.28%。也因为呢来同意到这选择性信用管制放零买第二户的房贷趴数会当来到6成。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多像市场预期，央行宣布第一季利率政策维持不变，中大利率2%，担保放款融通利率2.375%，第二融通利率7.25%，利率零变动。另外，今年经济成长率因受益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继续扩展，带动出口成长上升到 7.28%。也不过最近中东战事推升国际油价起，可能政府能源继续平稳经济，央行上修今年 CPI 1.80%，核心 CPI。年增率1.75%。你用需求面来压制需求，在目前的情况是不大适合，是要在就是说它的通膨一直在往上走的时候，而通膨的预期逐渐的形成的时候呢，那中央银行就必须要谨慎，态度是往紧缩的一个方向来走。央行强调，收落来唔那是密切关注中东战事敢是久长强度甲范围扩大，因为中东战事爆发了后，股市出现外资大量出走，金价真大，造成新台票变薄。杨金龙讲，央行有进场调节。如果我们贬的幅度太大的时候呢，对我们的物价的控制也不好。外资呢是在这一段期间从3月到现在呢流出去的一个资金蛮庞大的，而且非常集中，一定是有我们中央银行的一个调节。相较其他的币别来讲的话呢，会比较稳定一点。另外，房市信用管制伫不动产贷款中度已经为2024年6月底的5.37.6%，降到今年2月底的36%。整体银行不动产贷款溢价年增率也为2024年9月的9.4%，降到3.7%，加上国内太少新厝，比起2024年增加1万户，所以央行调整自定金第2户买厝贷款成数上限，为5成调升到6成。杨金龙表示，即马毋是大放宽房市信用管制好时机点。另外，第2季敢是继续未了，爱密切随时检讨。如果我们大幅放宽，民众看涨房价的预期心理呢，它可能会再起。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成效呢，它就会功亏一篑。加速度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呢，就是 hard landing。hard landing 的时候呢，你打趴它的时候，你要再拉上来就不大容易。这个就有一点类似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杨金龙表示，唔按放弃，稳定落地是央行基调，目前只是稳定落地开始。要唔过目前的不动产贷款到中度，还未达到央行目标。未来银行有望爱每个月报上不动产贷款相关资料，央行也会加强办理专案金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这英国全球前100名机场评选，桃园机场搁在进步啊！去年是43名，今年是24名，也伫咧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奖项内面摕到首奖。亚洲机场内面呢，甲人摕到第1名就是新加坡的江基机场，也那第2名是韩国的金川，日本的羽田汉盛登机场也拢有入去前5名。古早装油的造型，卖台湾小食卤肉饭，日航下美食家导入台湾在地元素来设计，人员不是拢在穿，环境是清气阁整齐，到户外各位当看飞行机的起降，是热门打卡地点。
2026年最佳8大机场评选结果出来，通国际机场是阁得到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第1名，整体排名是对去年的43名提升到第24名。不过，和日本、韩国主要机场比嘛是小可有差。2026全球8大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阁一摆得到冠军，胜利仁川机场第2名。所落来依次是日本东京羽田、香港机场和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在各个奖项上面呢，其实都有更好的标杆机场，让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哦。所以桃园机场呢，不会以我们现在这个名次作为满足，我们会持续的前进。行李系统处理速度以及准确性来说呢，直接跟国际其他的枢纽机场相比呢，的确是位移全段班。第3航厦完工之后呢，将会有更大的腹地来处理行李。两位网前分析讲，桃机行李疏散的速度紧，但是容纳量已经超过负担，爱等未来第3航厦来疏解。这摆桃机阁伫评比内面得到全球最佳机场变数第8名，和上清气的机场第6名，嘛入去最佳家庭优先机场第10名。实在网路客会当阁较好。买东西的地方吧，就是他们好像比较多样性，我们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多。我刚进来好像是3航走很远才走到这吗？有大概5分钟要。机场公司指出讲，第3航厦北龙厅已经伫2025年底完工，通机场会伫更较新、更较现代化的基础上，持续提供更较完善的设备、设施和优质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公布的这世界幸福报告，北欧的芬兰已经是连续第9年将做全世界上界幸福国家。今年这报告针对着西方的少年世代提出警告，因为受到社群媒体和劳动市场的影响，这少年人的幸福感减少真多。咱台湾今年呢是排伫咧全世界第26名，偏去年进步1名，已经是连续真侪年拢是东亚上幸福的国家。伫冰天雪地芬兰，民众对生活的满意是真有温度。3月19发布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芬兰会当当年摕到冠军，关键是伫财富的分配平均，高品质、负担得起的医疗甲心理咨询系统。The thing that people typically underrate, which i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quality of our social lives. And so in Finland and the other Scandinavian northern countries and some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we find very high levels of social support where people have friends to rely on in case of trouble. They trust each other, they trust the institutions that surround them, and that's invaluable. 观察全球幸福排行榜，前10名有关是北欧5国，还有以色列、荷兰、中美洲国家高斯达黎加，今年的表现是真显目，跳升到全球第4名，是美洲第1。亚洲部分，台湾排第26名，比去年升1名。伫东亚各国中，赢过新加坡、日本甲韩国，蝉联东亚上幸福国家的地位。报告分析，稳定的经济发展甲社会制度是台湾维持高幸福感的核心来源。报告落尾手呼吁各国政府应该重新审视社群媒体规范，重新指认社交连结是数位生活的核心。伫追求经济指标的时阵，要安怎解决数位时代带来心理隔阂甲世代无公平，会是未来提升全民幸福感的上大挑战。公司新闻地位真编译。人讲食人的饭，着还人的问。一年活24的头家不如家己做头家。着人力银行调查发现，国内超过64%民众想要创业，家己来做头家。虽然讲家己做头家一个月平均要赚到7万块，不过也着爱承担这租金、景气也个周转等等问题，无想的遐好做。日前甲顾客介绍，对着老小姐来讲，每一个人客拢爱抓好调，因为开店做生意，电火钱、厝税拢是开销。已经第3摆创业啊，进前捌开过卖食品的店，伫咧公馆每一个月都爱纳2万5的租仔金。虽然租仔金是俗啦，不过人煞无够济，这互伊决定要改去卖衫。伫咧精工市场，一个月的租仔金爱3万块。店非常重要，你便宜，但是没有人，其实也没有用。现在目前在食品商圈这边的话，租金是3万。台北市这一年的店租到底有偌贵咧？书台甲公馆的商款，平均每一个月一平就爱5000块起跳，永康甲东区商款至少爱8000起跳。若少年人上喜伊的西门町，至少爱8500以上。部分黄金店面甚至都爱超过2万块。医美产业的话，那其实东区商圈就是一个蛮适合您创业展店的地方了。除了要看租金行情外，有没有哪一些商圈是比较符合您创业业种的形态？这样呢，您在做创业布局的时候，也可以更容易的旗开得胜。
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台湾差不多6成4的民众想要有阿索比的工时，就是家己创业做头家。若创业的年岁自39岁降低到37.5岁，创业的一开始估计爱投入25.7万块。若是这资金主要有家己欠的，也佫有清创贷款甲是大人赞助的。创业的时阵上使人烦恼的，就是周转不灵、店租的压力，也佫有景气不好去影响到消费。大家想要创业，想要做哪一方面的事情呢？还是以餐饮业居多，包含像是说呢，这个特色小吃啦，或者是呢这个咖啡茶饮啊，或者是说像是早午餐店。虽然民众创业的意愿真悬，但是创业除了厝税、电火钱，也有赤薪落的薪水，拢总爱考虑。专家就呼吁，投入创业的时阵，就爱认真评估市场，也有资金的规划，才袂钱赚袂到，煞了解贵库底。记者综合报道。冷癌是咱国内女性发生率排第1的癌症，发生的原因呢，除了遗传，也和生活当中塑化剂有牵连。现代人拢离袂开使用这塑胶用品。中建院也对1991年开始做研究，追踪20年，发现讲这塑化剂加上代谢歹，而且月数伫咧14岁进前就来，这3大因素加做伙，会予冷癌的风险9悬7倍。早顿店的豆奶，下晡搁来一杯咖啡，就算用纸杯啊，但是嘛有可能甲塑化剂食落去腹肚内。最近中建院做一份将近20年的研究，证实塑化剂和冷癌的风险有关系。研究发现，若是3项条件同时存在，分别是塑化剂、代谢歹和头一摆月经来的时间伫14岁进前，冷癌的风险会提悬7倍。本来我这项的时阵是1.71倍，2项都悬的时阵就变成2.68倍。若是讲伊的第一次的月经过来较早的时阵，这个风险会到7.52倍。这项研究由医师陈建仁带领，对1991年开始收集12000名妇女的检体，透过20年的追踪过程中，若发现研究的对象得到冷癌，因就会去冷冻库提出检体来做分析。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拢是在病人着病了后再来提伊血还是尿液吼。但咱就真歹来讲，到底是啥物先来吼？是先着病，还是先食着塑化剂？中建院指出，代谢功能歹的女性相对真歹代谢身躯的塑化剂，这款差异和本身的体质有关系。中建院提醒，若是高风险族群，尽量用白体的产品，也爱加强冷感的体检。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来看家己市境透早4点外有徛街导火，因为这巷仔真矮，消防车驶袂入去，消防人员是救水线拍火，有一个60岁查甫人受伤，送病院治疗，也拿一张火灾甲13户烧掉。消防人员爬起伫主体2楼抓水来拍火，19暝尾4点外的时阵，家己是兴业东路的巷仔内发生火灾。现场拢是大体厝的木造建筑，再加上巷仔真个，消防局出动20台消防车甲55位警消人员，疏散者的住户计共18人。听到人个玻璃破的声，啊，无人咧讲话，我就是讲咧冤家，你知无？啊，一了外头尔就讲规个拢火啊！熄得了啦，好啦，上面啦，啊，都起下来不忙啦，人若要去烧着就好啦。因为导火的所在巷仔的大台消防车无法度驶入去，只会当救水线入来拍火，这拢是燃烧瓦的插座建筑。原本只有一边燃烧，最后连对面嘛开始烧起来。家己市消防局表示，这场火灾有13户来受损，有1名60多岁查甫受伤。这应该来，我们要有一个法规啦，在几米巷以内里面都不准停车了。哦，对吧？那消防车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进来了？这边啊，因为它巷弄比较狭窄，然后都是木造的一个建筑啊，所以它整个辐射热啊相当的大，所以说一开始啊，这个两侧啊，145巷的两侧啊，都立即的一个做燃烧，都有一个燃烧的一个现象。这场大火伫早时6点半进前就受到控制，消防局研判火的减灭甲这环境甲建筑材料有关系，详细导火的原因佫需要调查。家己市政府嘛启动安置措施，协助受灾户刷落来的生活需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往竹东方向快速道路有一台轿车破风，而且唔放拖，也无采购示牌啊！甚至呢，这个车主呢，把这各样的车硬要驶走，车落沿路驶，沿路正烟，看起来真危险。
路边停一台已经破烂的车，把无放警告标志，看起来足危险。有民众伫快速道路看到救车停在路边，想要落车斗三工，但驾驶拒绝，佮继续驶，就安尼规路哪驶哪呛烟，驶伫快速道路顶悬。那讲说这个车辆的占用到车道，这边是没有路肩的路段，你的车可能要先一次到安全处所。然后他就说他有叫免费拖掉，很生气的就直接把车开了就后轮爆开，把车开了就跑，然后我们在后面看，他就是整路轮胎都是冒烟的。警方指出，民众驶车若是出现车辆故障，需要暂时停伫路边，依照规定，驾驶爱伫车后壁80公尺以上的所在放警告标志，或者用路人注意安全，若无会罚1500到3000块。如遇车辆故障而暂时停放路肩时，应将车辆尽可能紧靠路肩右侧，并于故障车辆后方80公尺以上设置警告标示，以提醒后方来车的驾驶。警方也提醒民众，故障的车佮继续驶，若危害家己的安全，嘛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提醒若是拄到车害去，千万袂当继续驶，则袂造成危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目前呢，这大型的重型奥多巴就爱停伫咧轿车架内面。从4月开始，要全面试办大型重型奥多巴会当停伫咧路边的奥多巴架。台北市、新北市也要分阶段来试办。这重型机车团体真肯定，希望其他县市赶紧来试办。要伫咧卫生间的市区找一个停车格，迄真正是足困难的。因为中央的规定，重机爱停伫咧汽车格内底，所以这重机骑士定定毋是去用并排界，就是去用刷车。那桃市府公告，自4月初一开始，要来试办红牌甲黄牌的大型的重型机车，会使停伫咧路边的机车格，嘛引起大家讨论。重机停汽车停车格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扰？抱怨说，你明明一格小小台的，而且旁边就有空的机车格，为什么你要站在这个汽车格里面？但因为这个是中央法规，有时候我们也相当的为难。交通局讲，试办的地点包含收费甲无收费的车格。若收费的方式是照机车的收费费率来收钱，停的方式原则上是一台就是停一架，车身袂使超出这个车架线外口。不离个这车身若是伤过长，会使踩滑的，踩伫咧两架停车架内底，互停车的人有压缩比的空间。领先全台首先做一个示范。那主要呢，就是为了要解决过去呢常年大型中型机车停放在路边这样的一个痛点。刷落会伫咧分阶段试办的，也有台北甲新北。桃园是全台湾第一个全面开放重型机车踩伫咧机车架的县市，其出货是真认同。嘛，希望讲其他的县市会使做伙做，希望讲全台湾会使统一规定，则袂因为各县市的规定无共款，后要停车的人混唔到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到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决赛，委内瑞拉甲美国拍败，摕到队史上头一座的冠军。这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18日总统府接受冠军奖杯，也宣布讲呢，甲这个冠军赛当天定做国家棒球日。也因为前期阵马呢，因的总统马杜罗去互美国掠走，这场甲美国拍败的比赛，有民众认为讲是替因出一口气，也有人认为讲卖讲政治，先庆祝再个讲。穿棒球衫的委内瑞拉代理总理罗德里格斯甲民众同齐伫总统府迎接世界棒球经典赛冠军奖杯。这座奖杯是委内瑞拉棒球队伫经典赛拍拼20年了后的头一座冠军奖杯。罗德里格斯宣布将冠军赛当日定为国家棒球日，向美国的棒球球员致敬。En este clásico, en esta final, hemos demostrado que desde la contienda deportiva podemos competir, que gane el mejor.y que siga adelante la vida. Eso es lo que queremos en las relaciones bilaterales con 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美国棒球协会主席甲运动部长也揸到冠军奖杯游街，所到的所在客满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伫经过长期政局甲经济不安，参年初美国出席逮捕总统马杜罗了后，这是美国民众过真久的荣耀时刻，也搁一摆严正运动，互国家强大的凝聚力量，互民众暂时放下政治震动的分歧，同齐享受胜利的时刻。Ha sido lo mejor del mundo. Creo que Venezuela se lo merece. Merecíamos ganar, merecemos este triunfo porque le demostramos al mundo que somos los mejores. 这场决赛唔乃是球技的比较，佮较是充满政治竞争的意思。
美国总统川普伫比赛了发文，佮一摆弹出予委内瑞拉加做美国第51州的政治言论。美国自2006年参与头一届比赛了后，一直甲冠军无缘，一摆拍败红公时史上上强球队组合的美国梦幻队，世界棒球经典赛排名也提升到第1，予有真深棒球文化的美国圆了20年的冠军梦，同时以实力向世界宣告全球棒球版图也有委内瑞拉的地位。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伊朗的国家查埔脚球队月初伫咧澳洲举办的亚洲杯比赛，有5个球员因为拒绝唱国歌，互批评讲是战争的叛徒。烦恼讲若准登去伊朗会对因不利，5个人就申请澳洲庇护，不过落尾也宣布放弃，也已经登去因的国家咯。调人权人士认为讲，这5个球员应该是惊讲因的亲人遭受威胁，去互连累，才会改变心意。伊朗国家女子脚球队10倍对土耳其经过80年间边境的关口登去伊朗的时阵，民众热烈甲因欢迎，佮送花互因。这个影片是伊朗的司法新闻网站，也个半官方的通讯社发布的。自马来西亚阿曼转机到土耳其，才佮登到国内，因的一举一动，大家拢真关心。伊朗的媒体报道，伫这进程呢，有真侪位球员伫咧澳洲寻求庇护。除了2个伫澳洲俱乐部练球的球员，其他的拢已经登去国内了。这个月初，伊朗的脚球队伫咧亚洲杯首战比赛进前拒绝唱国歌，向批评是叛徒。到当时也无公开讲是安怎要安尼做，毋过伫后壁几场比赛，因拢有惊咧唱国歌，就烦恼讲登去会去用算小，所以澳洲政府互5个人会当庇护。毋过上后壁因嘛是改变心意，要登去咯。First time they did a national anthem. So pretty much following the day, there was a dread message was coming through the media from Iran, and it was clearly was saying to them if they're going to come back, they're going to be a penalty debt, or could be the families are going to be in a hostage. 当局讲，真正有3位寻求庇护的女球员已经决定要登去了，其中1位伫顶礼拜撤回庇护申请，刷了第4位嘛对咧做，16第5位嘛撤回。体育部向阵表示，因是以民族精神也个爱国心拍败敌人的阴谋，嘛批评澳洲政府是伫咧川普的场内咧弄草稿。若是伊朗革命卫队下底的探里斯堡通讯社的报道，这个女球员伫咧澳洲面对到的是心理战，也个有大规模的宣传，也个有声人的报仇。对着外界传出这个女球员登去了后会去互算小，第一副总统阿瑞夫来陪会，表示应该双手摊开，欢迎家己的囡仔倒转来，政府会保障因的安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全世界穆斯林的传统节日开斋节在今暗时开始，不过中东地区当咧烧钱，东南亚各国油价也拢称悬。印尼有一寡所在水灾了后也未复原，真侪人是无心情庆祝。市场人来来去去，打围垦5花10色的糖啊！19暗开始就是穆斯林传统节庆开斋节，也是在9月结束。照习俗，穆斯林会伫即天起清真寺礼拜拜访亲友，搁食一顿真澎湃的餐点庆祝。重要程度甲华人的农历新年同款。伫如场场的干沙走廊，真无简单。伫去年10月宣告停火，对物资渐渐入去，市场嘛开始出现新衫甲食物。نزحنا مرة واثنين وثلاثة وأربعة لكن رغم كل شيء مستمرين لأنه مشروعنا هذا هو المعيل الأساسي لأسرتنا المعيل الأساسي للسيدات اللي معي لهيك ما وقفت。不過我哋2年半戰爭過了後，真濟人也未驚出失去親人的痛苦。今年開齋節並無因為停火變得較輕鬆，顛倒中南地區各個新戰場，和節慶大跌紅火陰影來。Lebaran ini kayak nggak berasa lebaran memang pun bang. Ya lebaran sebelum-sebelumnya untuk sekarang udah kayak beda lah. Lebaran sebelumnya memang udah kita rayakan. Sebelum lebaran pun 2 hari lagi, seminggu lagi sebelum lebaran kita udah merayakan. Untuk sekarang kami memang belum ada rasa apa-apa nggak ada。伫全球穆斯林人口上侪国家印尼，今年的开斋节同款无好过，因为美国伊朗战争的影响，油价一直真悬，部分地区的油价来到每公升差不多大票93块。伫索文达列岛的亚济省，去年才拄啊经历过严重的水灾，大部分的设施拢毁损，袂少人也住伫个临时搭建的텐트内底等待工园重建。印尼上闹热的市场，即马也点止止。
对于全球超过20亿穆斯林来讲，今年开斋节的情况较特别，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经济因素，拢充满正复杂的心情。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6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6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7度。平金妈妈祖对12度到22度。感谢咱的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